大家好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今天我們來一步步解這道一元二次方程。題目是2倍 x 的平方減 7x 加3等於0。首先，我們使用因式分解法。我們需要找到兩個數，它們的乘積是2乘3等於6，且它們的和是負7。這兩個數是負1和負6。接下來拆分中間項，2x 的平方減 6x 減 x 加3等於0，然後分組分解，整理後得到 2x 減1乘 2x 減3等於0，令每個因式分別等於0。2x 減1等於0，解得 x 等於1/2，x 減3等於0，解得 x 等於3。所以方程的解是 x 等於1/2和 x 等於3。覺得有幫助的話，請點讚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。